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4，箴言16章23到24節安尼講：智慧的人的心約束伊的喙，互伊的話加添說服力。親切的話，親像蜜，互心歡喜，互骨勇行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用智慧約束阮的喙，用親切的話來對人的天父。阮感謝你，無智慧、慈愛、甲穩定的至高上帝，阮來到你的施恩寶座前，你獻上阮的懊惱甲敬拜。主啊，你是智慧的源頭，是穩定的上師者，你用權能創造萬有，你的嘴所出的話，攏是純正，你所發出的命令，一定是信實。主啊，感謝你，互阮每日攏是新的。主啊，求你將屬天的智慧充滿阮，互阮的言語毋是出自情緒、驕傲甲血氣，乃是有你真理的引帶，互阮帶着疼心、溫慈甲節制來講話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所講的每一句話，攏通造就人，互人得到鼓勵、安慰甲願望，互人因為阮的講話來得利益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